男人为什么有乳头？阿特拉斯耸耸肩，说还是不说？我是你爸爸。还有人吗？要闭馆了。你干嘛？图书馆马上要闭馆了，你快收拾收拾吧。哪儿都没有图书馆睡得香。哎，同学，415的吧？嗯，对，这有袋东西是给你们宿舍的。给谁的？呀，忘了叫啥名了。就你们宿舍高高瘦瘦、腿很长那个。哦，知道了，是谁给的呀？一男的，今天都给2回了。好的，谢谢阿姨啊。回来啦。哎，陶仁呢？懒鬼，床上躺着呢。宿管阿姨说有个男生送你的东西。到底谁呀？就奇怪，我以为刚才带回来这袋零食，说也是个男生送给我的。啊，也是送你的，这么奇怪？想追你啊？这人变态吧？怎么啦？这人有病吧？这么变态，被我抓到就死定了。这完美的下颚线，高挺的鼻梁，充满诱惑的眼睛，怎么突然毫无魅力了呢？这个珠子肯定瞎了。这个从现场来看呢，基本上可以确定。嘛呢？但是我们还要回去抽他的血做化验。主要是一个是一氧化碳。大晚上你看这么血腥啊？关掉，关掉，关掉，看我。相对比较高的，还有一个是有没有其他的毒物可能性。打一个其实你看看我。与死者对话，通常所说的这个施予者，还原当时。你觉得我这张脸有什么问题没有？给侦查破案。没问题。一个推理意见。你就不能仔细瞧一瞧吗？我觉得最近我特别不招人喜欢，因为发量过多，清理费劲。为什么要清我头发？剥离头皮，开颅解剖。知道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了您呢，我这就走。但是最终破案的那一刹那，印证了